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过来听一下小报歌四句人呢，讲这边看过，迄边论看到阿娘我红嘴唇，敢有才拄好国情啊？看到论头阿娘我徛伫遐就红嘴唇哦，你目睭视力敢有遮尔准？无啦。这边看过，迄边论的论，甲阿娘我红嘴唇的唇要斗句，看到声咱就报声，你四句人咱来甲听。见面讲濮阳开花会结籽，牛原共果结百年，啥人枭雄雷拍死，大圣变心罗邦死。看到濮阳开花会结籽，后壁要斗句啦。啊，这个话讲甲口气加强，遮尔啊含变心会变罗邦死。四句人民间流传的小报歌，这一项特色。毋是国情啊骗的，这我专工去抄的。对日本时代1931年南音这本杂志第10期内底专工抄出来，啥物人去竞去扣的？大溪出身，一位语言学家李宪章先生，20几岁啊，对日本瓦西达大学文学部铁学科读册倒转来了后，伊就专工投入这个工作，收集台湾民间的歌谣四句的民间故事。看到濮阳，咱报濮阳；过来咱来看到啥？看到汉朝，我要报汉朝哦。汉朝开花大细蕊，阿君无母真乞开。倒落门床喘大气，好鱼好肉食袂肥。好好，国情头拄我讲，加强口气，我为着你真乞开啦。我倒伫门床顶吼，安尼干那嗨嗨餐，好鱼好肉，红鸡鱼肉来食，啊都。迄碗饭旁咧，唔白免啊食会肥。原因为着啥？无别项啦，相思两字，一切拢是我心目的人，你所害我啦。过来哦，换看着啥？你敢知？过来换看着莲子要开花咯。莲子开花一点红，娘你相害总唔通，望大家相疼痛。带念兄哥出外人，莲子开花，看到这个景致。我又阁有体会，毋过头前迄句拢咧讲斗句的尔。要紧见景，后壁要详情，要表达我的心情。头拄我咧讲为着你相思挂掉，毋则好用西奈讲娘你相害总毋通，望疼痛。带念兄哥，我是出外人。日本时代就有人记载，李宪章先生用心计较，将这个报歌写起来，咱才有通流传。